心靈交響曲，美好，喜笑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傳道書7章2節，死是眾人的結局，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。傳道書作者，在看似虛空與暴風的人生裏，人人都會經歷生與老，也要面對病與死。他鼓勵眾人，人生是會有終結，但卻因有永恆而可以享受美好與喜笑。人死不是如燈熄滅般沒有了光芒，反而是眾信徒更能親近神，在喪禮上宣講永生的盼望，為要使全人類得着好消息，好使仍在世的人領受天國的福音。呼籲世人記掛是永恆的永遠，短暫的憂愁終必被神的愛所代替。我們一起來禱告，在人生的旅途上，究竟我們所行所作的選擇是智慧，是愚昧？只有神的教導才可幫助我們辨別出來。每日靈修研讀聖經，奉主名向神祈求，在聖靈的引領中得着安慰與鼓勵來行走人生路。以上祈求奉主的名禱告，阿們。